欢迎收看《后山海上歌》，有吗？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从中古，又爱老大家向下来打追鼓了。今日爱打迄嘛个追鼓咧，我讲的是田丰俩个行为吼，因为到社会上有青岛田丰嘅行为，譬如讲选秀节目啊、打工度假，又系看明星用品做衫褲啊、摆呢個賣東西、食東西咧，都係田豐嘅行為吼。不過到底為嘛個會有按照田豐嘅行為吼？僅僅係喺你網絡上嘅定義吼，田豐有兩層嘅意思吼。第一個意思就係學習潮流、學習時尚嘅東西；第二個就係看片應用版做，我就田定應用版做，冇自己去思考，盲目追隨吼。你今日有這樣的後生人老大家分享，記得田的係馬家福，眾上來分享今日後生人。好，首先有講係質疑。大家好，我係因為想嘅老大家強用張田豐嘅質疑。到底田地要強用冇？等下來討論一下哈。第一個愛分享係李家。大家好，我唔係田豐，我係行路有風嘅李家哥哥。行路有風，等下看佢不台風，也係去搞變風婆子哈。第三就有講係幹權。大家好，我係大家攏田定嘅幹權。幹權大家都田地。第四就有講係回擊。大家好，我係冇乜嘅學田豐，係認聽嘅咪唔聽嘅回見嘅。偏見聽就唔愛聽，當有自己嘅意見嗬。最尾嘅有場係小鳳。大家好，我係因為後生田豐打送動到錢嘅小鳳。估到兩下應該懂冇錢嗬，但係都輸下嗬。了解清楚啊！好，加油講啦，田豐行為嗬，兩下是問大家，覺得自己是田豐嘅人冇？小鳳。我啊，係啊，我細細家下就係懂好田豐嘅人。你要從細細家會買啲玩具啊，哈，然後後來就網絡遊戲，啊，跟味道係乜嘅？我老朋友有共用嘅話題，係就味道老大家向下搞嘅嗰種感覺，故說打送動多錢，都爆米係乜嘅田乜嘅點啊？手機嘅。哦，跟潘書記嘅書記根本就很好忙快，你知嘛？人人就喜歡玩這機哈，大家就玩嚟啊，係嘛？我咩冇想要用 Q 嘅啊，咩 Q 下玩。那個第8代出來，第7代就要淘汰掉啊。係咩？嗰陣時就按嚟大送錢，係，給至於呢？我講我係以前細細嘅時節，係屬於為田豐嘅人，從年下唔會咧。從以前你帶去學校演嘅時節，你就會聽嘅雞排啊，還有珍珠奶茶。嗰種時係大家青島人都有聽，其實我唔係真正清上嘅聲，不過我想大家都聽嘅，我一定會聽人聽，這樣有就會融入群體嘅感覺。老大家強用啦。我強下年嘅時陣會好啲。冇唔錯，還有你田豐買呀 NDS 哇，還有帶 NDS 嚟，反啱呢？真嘅，嗰陣時其實咩係因為辦好青島人做嘅大量 NDS 嘅電動玩具，嗰時嗰陣時就田豐買，唐江李家沒有田豐。因為佢在連線，我連線嘅時間，就會知道哇，好開心同歡喜，你有朋友用嘅，真嘅，他嚟田豐。係，從今年最時行嘅就係食嘅一蘭拉麵。哦，係啦。其實嗰陣時我唔係真正清上喺半夜去排隊嘅去買來食，唔過嗰陣時係我嘅朋友就請我去食，佢就講出來嘅唐江青好食。你就擺列的呢，懂廠，擺列擺都懂廠。你擺到半夜2點嘛，係2、3點，係嗰陣時真嘅就去擺，係真嘅清好食。唔過我呢下唔會隨隨踩踩就田豐，我喺看講係唔係我真嘅清重要嘅朋友，那喺呢家係飛禽超我就會去，我喺講其實我佢上看的。唔過家下2-3年吼，都係為到誒老朋友有共同嘅話題，爭取田豐，佢理解會做安嘅事情嘛？我知道我自家係田豐一絲絲嚟聽聽啦，係講真嘅田豐可能就係衫褲，因為像衫褲沒有攞時行嘅就幾種風格嘛，所以冇田咩做唔得啊，一見買就按用嘛。唔過像係講那個嘅田豐吼，我就係懂好食米食。米食，韓國嘅米食係東江嘅米食。王美啦，王美。講到米食，你客人當然都會食米啊。係好食嘅東西，好食嘅東西，醬嘅東西，因為像有頭擺有買嘅咖比濃啊，還有蝶豆花、蜜糖吐司啊，也有買漸層飲料吼。大家就上喺田店來去買，因為嗰時節打卡拍照。
非常的疯嘛。非都去相去买。冇，唔臭非都去相去买，买到以后就按钮 hit 一下，就知道新冠都懂买。没冇真给医生。马上起来就上黑唔好吃，硬讲好吃。就不是买你点前面条件有你买就加一下就好。按你讲嘛，该张填一些人，可能填到点下去呢。我硬喺行路要放睇架填定矮啦，硬喺填定關鍵天天啊。最後一樣嘅，回應聽下講吼，你冇咁乜嘅填風吼，係唔係？係啊，從頭先李家講嘅咖比農啊、蜜糖吐司啊、建成兩個通通都冇聽。跟住填過乜嘅冇？我會聽，比如講一下可能大家共下討論嘅話題啊，或是新聞啊嘛嘅，剛開始會去關心啦，係會聽人講啊人。係就係講吼，就係注意到社會嘅議題啦。你喺問題間知道，好填風嘅人都係喺佢嘅心結係乜嘅？係人本後強做唔錯事情，不敢自己決定，然後我跟着大家做就好。還係他是什麼樣的個性的人？關於你知道呢？哦，我咁講吼，我填風嘅行為哦，就會去追求流行嘅尖端嘛，我追求潮流啊，會被刺死啊！係啊，行到流行尖端。係啊，追求潮流啊，按樣樣嘅舉例來講啦，有千多年啊，會效仿偶像啦，或做嘅衫啦，哦，代言嘅產品啊，佢哋會去買。按用就會填風嘅行為，按用就會按樣，給你敢吃到。唔講愛吃到係刁鬧嘢嘅，刁鬧嘢。係因為也係科技嘛，按便利，買嘅都款得到。像頭擺要買，從拿 app 來講好嘅 app 來講好嘅，就要買個翕相嘅 app，要買巴黎相機啊，頭擺還要買李行怪嘅啊，還有動到相片嘅新嘅功能，大家都動好一下載嘛。我從愛吃到有動到嘢係因為愛優雅嘅話題。將來去填風，唔過叫嘅以後都要冇興趣嘅。古時候大家會填大家，尤其係這個偶像哈，他自己的偶像，他如果玩了這個遊戲，你就會知道哦，你就可以一聽懂好搞，係唔係？跟小鳳知道咧，我知道咩哈？這件我填風嘅哈，係因為唔拉了解自家，唔拉了解自家，係因為你聽大家想要，你就想愛問我講一陣，細個大家要嘅啲辦法。一本嘅油果，係有冇？跟有的東西，香水珍珠，香水豆豆，香水豆豆，香水豆豆，還有個造型嘅橡皮擦，還有乜太細叫做哈貝啊、存錢筒啊嗰啲。其實嗰個東西咪好，我講是，因為叫我傳咩，傳到我哋家下咪好，我媽家我就冇看。唔過大家就會聽咪吼，我就想講好啦，我凊彩看哪會買到去嘛嘅，香香豆啊，安尼就參與感咪吼。其實我做嘅就唔拉了解自家，就會是安尼眼望前，係啊。香水豆豆關群都有經驗係嘛？哦，頭擺要買個香水豆豆有冇？哦，國小國中時間，係啊。你可以拿來說啦，冇啦。都沒事吧？有，都沒事的啦。冇啊，記住試到按鈕，就係按鈕嗎？冇啦，冇事啦。該寫來嘅，該香水頭嘅嘛，你買個藍色嘛、綠色嘛，啊寫末嘅就粉紅色嘛。因為我係經常買個粉紅色，我要排色去買，然後我就會攞我自家嘅，我攞年半，就會粉紅色嘅，我就披我青紅，就請滿足。乖乖的，最近都係你用晒，就係填定研究，這樣說自己冇思考嘅吼。係啊，叫我是買，我咩唔係叫我買嘅嘛。係啊，香香的，香香的。不過這你去買你就知道冇相關。啊，我做冇相關，因為我做就係一隻歌手。係啊。你聽我有按你大送錢，以後你再我下錢。誒，不是我做生意的人咩吼，我按你歌手咩吼來試下我嘅錢咩吼，也理所當然嘅。啊！哦呦，你再講一次，夠講一半。理所當然，是呀，而且理所當然。你聽他出來是小鳳嘅前後咧。你用你嘅。你一聽到有啲可能，我先去買下東西，當時講，哦，原來係冇需要，以後唔知乜顏色。沒有，那是你嘅錢，就講我理所當然。以後就用你夾毛誒。係咪？但是啊，人阿冇係講，以後按公巴冇關係，我要用。哦，會看哪個執書誒，會看哪個執書誒。嘅會傾起到誒，為填風嘅人佢嘅上班係乜嘅？我知道可能大眾個性嘅人都會填風啦，只講填嘅商圖，然後佢填嘅東西可能冇空用吧。係啊，喺我知道會按因可能係因為東東人啦，你話東東人佢都知道降一價，然後拍衫冇空用。係，
香港是到大部分嘅人可能都係聽電影聽。可能一下都該食乜界啊、賣乜界啊、講乜界啊，係幾時聽電影聽啊？聽電影就講自己變扁順嘅。係，喺度辦公室佢咪講誒。從因大家咧喺度講講嘛，講嗌唔啲啊，比如說在看什麼劇啊，一定會看，這個唔好看，明明就不喜歡看劇的人，也要跟着看，因為經常讓人講啊，讓人討論。有話題啊，係啊，剛剛大家講到按到，其實都心理學一個名稱，都從眾心理啊，就係從眾心理，就係講，譬如上人做乜嘅，我們要聽見佢做乜嘅，因為嗬講這個。不在群體裡面，希望跟人家有共同的話題哈。觀眾朋友們思考一下，這個有從眾的心理嘛？等下再來，你繼續來講，後生人為到田豐做了哪條神奇的事情哦？等下閒聊一下。我就會看個韓劇，我感覺哦，因為很好看哦，有個談戀愛的感覺呢。然後到底呢，我就冇按用個愛國的啦。一抽屜了，然後那個冷氣。跟他燈光，這種東西較帥喎，點啊？又唔講又做唔得啦，而啲聽人來看咧，我對嘅人，誒要面子啊，一直在那邊酸痛，安尼就安尼經典痛，一直今年這個太腳臂安尼。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家最尾要講到嗬，你會到嗬，留順康嘅人嚟權嚟起嚟嗬，會做到即個唔識去接觸嗰啲東西，比如講乜嘅韓國嘅戲劇啊，也係乜嘅東西，識嘅東西，嘅頭擺官權要做過乜嘅誒老人強下嘅事情，係會到去接觸唔識接觸嗰啲東西嘛？哦，有啊。有朋友啊，看個韓劇有嘛？我睇過就有看啊。我硬係感覺奇怪，韓劇有乜嘅好看咯？哦，看自家嘅國片就好了，看乜嘅韓劇咯？然後有一年我就會看個韓劇，我感覺哦，有乜咁好看咯？有個談戀愛嘅感覺呢？哦，然後到底呢，我就冇按用個愛國的啦。有閒嘅時間我就會看韓劇啦，我唔會看愛自家嘅國片咧。我知道冠權嗬在分享嗬，這個係韓劇嘅男主角，假使冠權係男主角，佢自己想去看嘛？那係冠權係韓劇男主角，我一定冇去看。因為呢，台灣喺韓劇裡邊都嘅男主角都親演到，唔像冠權係。冠權咩唔可以查？哦，好，跟住，你其實細妹人，剛剛你細妹人看韓劇啊，主要唔係真嘅係細蘭又蠻演的，係因為你親好看嘅第八對男主角對主角非常搭性啊，還有第八對男主角唔單唱係上來演的，個性格咩親好，像藍色海洋傳說啊，還有沒關係演落係愛情，第八對嘅男主角都非常嘅演到，有性格親好，冇像冠權雖然上來很早的，唔過性格。看，大年暗用就做唔得。有時間嗬，你田豐係為到老朋友啦，又係順康嘅人要強用嘅話題去接觸，即個唔識接觸過嘅東西，唔過談講理解，就唔係按嚟想。係，因為我自家應該就係唔係當中意看韓國嘅戲劇啊，因為當中人好看嘛，就我嘅朋友韓國有陣時工作嘅時間會遇到化妝師啊，佢就有一擺呢就討論嘅東鳳嘅韓國嘅電視劇，揾到鬼怪，鬼怪真係東鳳，係真係東鳳，大家就係哦，孔劉賣演到啊，演到賣嘅，孔劉係台灣國語還是客家國語？孔劉係，就是當演到係乜嘅，唔講係就知道。冇乜嘅啦，像係有一擺看韓國嘅電視劇，張耀嘅乜來自城市嘅言天天，係唔過為到愛老愛朋友有個卡多嘅話題，有一擺呢愛出去下載看呐，看啲鬼怪到底有幾好看，唔過看嚟15分鐘我就知道。浪費人生，真嘅，浪費何必呢？係啊。知道好理解嗬，喺之間呢個乜嘅。韓國戲劇對人嘅聲人嘅力量唔大啦，真嘅。嗱，看後輩嘅小鳳嗬，嘅面有面感係做乜嘅咯？嗬，咩啊？所以也就真爽人，係啊，真爽人安志成，就冇真爽，你說哪個冇真爽？好可沒有可能用對吧？成班冇滿足。係，所以只能在韓劇底部面哈得到一點咩安尼小確幸。我有一天沒有看。有。韓國哦，小鳳有聽過一個，你大家最上到嘅東西。嚟講是，我有聽過去看音樂劇。乜嘅東西完全唔知。這個拿錢去買票嘅去看音樂劇。你係本人逼嘅。係啊。冇人逼啊。係我本身我係寫到添啲。然後好啦，我去就強下去啦，叫去到咪好。
因为那个对号入座嘛，进场然后对灯一抽起来，然后那个冷气跟它灯光，非常爽快。那个氛围。就做公司較衰旺點啊！又唔講又做唔得啦，而啲我停完來看啊，會對嘅人。哎，要面子啊！我一直在那邊，然後拔腿毛，因出記得要按樣酸痛安尼，就安尼經痛，一直今年這個太腳比安尼，我拄唔了，真然拄唔了，我真然冇試下看嘅，你知啱啱愛用嘅人啊，最大手車，而且用版你係愛最唔好，除咗愛順風看嘅戲劇很有音樂劇嘅人，因為愛講講你係水母就非常嘅冇禮貌。冇衰睇咯，只是因出打起架點點。我愛去家吃都愛看買芭蕾啊，我喜歡水母。芭蕾，芭蕾舞頭啦，芭蕾舞頭，芭蕾舞頭。今年同行唔看芭蕾吼。愛青豪有青豪式嘅芭蕾啊。好生木管，我還有試過喊卡大son好生木管係嘛？喊拉大son加下嘅唔拉大son跟咩已經懂大son嘅啦，咩係就係有一項。歐巴還有歐巴，還有比較喊卡歐巴嘅，叫我買票，去看咧現場直棒。哦，跟唔可以查。當當然之後當好係嘛，如果嗌出嚟看，如果嗌坐1點鐘，嚇，啊就見看見到大家細細粒嘅球嘅，嚇，球打出去了，球就起來啦，就看大熒幕，因為木主角唔到嘅球嘅大起來啦，就看大熒幕。木水唔好咧，要看現場。因為佢木子有問題。咩嗌將嗌上面嚇，啊嗌等幾點鐘誒？終於打出去了，俺看大熒幕，俺轉去看電視就好了。根本就去看啦啦隊。咩日假咁愛啦，唔係咁樣，唔係啦，咩你講啊？意思講，嗱看電視唔開樣，係嘛？冇啊，天窗看到天視看真嘅。就講101的煙火，最強嘅煙火點嚟？天視，哎，天視看最準，係嘛？天窗看嘅氣氛真係無強，然後加小鳳講嘅係潤通嘅事情，聽講any weekend 吼，跳擺咪味道吼，潤通吼，做一個即刻摸散窗嘅潤通係冇？特別愛是聽雙寶去好溜直排輪，直排輪看起來係啊，雙寶呢，係啊，雙寶溜直排輪溜競速嘅，哇，動感嘅，係這樣子，係這樣子，看看起來我就覺得誰冇已經溜直排輪溜競速，很帥，他開始想講我應該學得會，他開始賣嗨，聽佢上課，係結果我競速不了，競速不了，聽唔到就想講順咧，他哋放棄，還可以跳廣場舞。誒，咧上講到嘅吼，唔好講到咧天風吼，因為平常是用班做衫褲，用班排衫褲，也係一個潮流嘛。嘅至於頭版有做過嘛嘅潮流嘅穿搭咧。係，其實像你睇藝大部分都唔會做，啱啱一排唔好，係你看唔慣嘅穿搭。唔過咧，像以前藝貴重嘅是，你嗰陣時非常時行嘅滑板褲。滑板褲，冇唔錯，嗰陣時誒全班啊，係貼片邊一旅行嘅時，全班向下做滑板褲，很翕相哦。嗰陣時啊，真係非常唔適合，因為係上來就短短，我味道係田風褲，所以就向下做嘅滑板褲。就很卡短。講完吼，嘅是真係唔適合滑板褲，講完嘅褲可能多兩件。冇啊，係要貼片嚟上來。嘅你家條擺咩田風來做咧嘅作褲作衫？有，我記得頭擺啊，最田風就係細模啊，同學做嘅絲襪、透膚絲襪，韓國聽說啊有個點點嘅圖案，因為啊有個就種兩下按嘅點點。係嗰個透膚嘅，出來之後很性感啊，動車啊，嗰樣是真係聽上係咩要做？條都會快鐵啦，係呢下就唔敢咧。一下就快鐵吼，講到作衫褲吼，還有乜嘅啱條男模吼，小鳳可以認命，大條命咯。哦，係，因為我嗰陣時咪吼。太後生嗰陣時當好啱條男模，啊有啲條男模咪吼沒有漂過，係啱唔出來色。像我嗰陣時我太後我啱過嘅橄欖色，橄欖色，係橘色，橄欖色，嘅橄欖色一定要漂過，你知冇？啊我轉去食飯，我爸就見看我啲條男模就見嘅。一直搖頭，唉，食菜咪好，而家前嚟병火燒係冇啊，前台定位牛油誒，一條啱咩嘛揀咩好可以唔做揀咩？你個藝考試記咗，個好可以唔做揀咩啊？叫個行卡士，
因为感冒什么吼，冬末1礼拜就要洗体，迄洗较浅啊，嘿，冬末1礼拜，我阿爸又看到又嗨，还看大送钱，又不营养嘛，系啊。嘿，有，因为像头摆啊，冬天风就会买挑篮。挑篮其實冬天風哦，我看到有人買強勢嘅，就當像買青苔啊，嗰啲啊，溜台上到溜台行來行去唔掂喎，嗰啲潮水係冇啊。唔但係顏色，係你以前啊，細妹人就會請食楊丞琳嗰種是嘅水母頭。哦，有啊，水母就會當我會蓬蓬嘅，下邊會刺嘅，就像個水母觸角，哎呦去，嗰種時就非常嘅用，嗰種時就非常適合。唔過你啊看嚟就真年輕，好少清晰。先從誒做戲嘅人就會念。係要有戲劇感一點啦，冇錯。嗱，講嘅灰鉗嘅面油面甲，係咪？你也想要做水母頭？你們應該知道東奇怪腐蝕做腐蝕，在為什麼裡面還有一個死亡？沒有，就係 MD。係啊，係啦，係咩 MD 啊？係啊，咁講喺為聽電視節目賣的化妝品啊。哦。係啊，因為我會看幾個介紹啊，睇睇佢選自家適合嘅。誒，櫃內啲咧介紹就唔係單槍嘅商品。係啊。講到嚟化妝品，呢家都有研究係嘛？因為誒，像嘅時節啊，韓國來嘅時節啊，董事行，韓國來啊？唔係，韓國團體藝人來嘅時節，董事行董鳳嘛，一直都開動到嘅呢，就賣韓系化妝品啊，因為研究一下，其實有動到咩動好用啦。真型，因為韓國嘅化妝品真型清好用，又唔會太貴。係冇。除咗呢樣，然後大家對即係上褲嚟做穿着吼，有動到動態研究，還有一個地方就係你帶嘅猥瑣吼，就即個房間即係間房啊，即個帶嘅地方有埋嘅誒技巧就來佈置誒小房，有埋嘅方式來佈置你即個帶。有咯，我細個就對個房子咪吼，都有個憧憬，有畫面。憧憬，因為買樣品屋哦。唔係嘅，唔該俾個佈置，係啊，因為我做我間房咪吼，我買個動到嘅台燈。係，因為我做我面床頭邊上嘅書桌有冇？嘅台燈我搭配我間房嘅嗰種感覺。光明燈。唔做唔係光明燈。唔係光明燈咩？唔過按你講咩抄啦？因為兩下已經冇得看書咧，嗰個台燈嘅作用較少。唔過我就知道台燈就變咗光明燈。係，唔過我就知道韓黑我有嗰種東西。唔做你講就黑色，我就綠色。我看黑馬街，你的那個色系有冇？然後樣式款式按你去編發啦。係啊，從我兩下。我爸嗰片我就放了3支台燈，喺我知道也係用唔到嘅，用唔到就不用啞巴嗰片，用唔到就用啞巴嗰片，啞巴嗰邊係重箍係咪？嗰個係有我面床頭我嘅抱枕，長長的抱枕，就配合我摔木嘅各種姿勢嘅嗰種抱枕，我每次都咁樣要夾到我嘅那個我哋嘅床套。哦，有櫃套啊你，嘿，那舊誒咩吼，可以來 QQ 誒，我就把它丟到客廳去。哦，我就說它不能出現進來。丟本阿爸。誒，我沒做得。那除咗因為韓國還有相框係嘛相框，嗰時也有聲音嘅了，係哦，我同好買相框放全家福。係，不過也沒有識得後悔，因為用多咩吼會長灰塵。全部要我哪會上課誒？你從誒間房地位都嘅相框，青島都冇上。都嘛唔可以上課。你間房有冇重門係冇？係啊，冇錯。唔係，跟人嘅唔係間房，人嘅係儲藏室。儲藏室啊！帶儲藏室嘅資源來平反一下，那平常用班來佈置起個間房。有我以前衛生紙、挑油、蜜膏。以前係佈置我嘅間房，成日買青島嘅人工誒，唔過呢後來呢，因為聽到人工我就睡唔好。呢就有的人就送本嘢係得睇，唔過呢你一下就慢慢嘅做嘅收集或者人工嘅，唔過我感覺啊，烏卡間房青島人工應該係你嘅理解，冇抗議嘅，一下唔起樓。係啦，四個時可能係啊，唔過一下唔係，一下我嘅間房啊，就從小房強用對人嘅不下要一憧憬嘅用嘅。簡單憧憬。冇錯，像我嘅間房就動到買明信片啊，搭到靚靚嘅壁紅啊，又係小燈飾啊，還個壁布啊，我說一條嘅東西，雖然可能要上市小燈飾唔會開，開也唔開都做得啊，唔過青草要就係個療癒感，非常重要唔啲喎，係啊。我知道你真係引領潮
流嘅，按之前改良潮流嘅嘢吼。唔過咧，下你要閒聊下，等下仲落嚟談人母人妻用辦來布置自家嘅家庭，韓國你食東西有乜嘅田豐嘅行為咯，你下閒聊一下。你下教大家用辦唔事前得到按樣嘅東西。用辦。蛮的。首先呢，就會你會去凶嘛，起來本粉絲看，粉絲就會想法圖我基本上講佢那個東西我就基本去夾去買，哎呀有一個粉絲佢清有心啦，佢個事情多錢嘅事幾百萬。中年嘅粉絲喊菜歌，就按樣嘅秒。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加入滿到係大家用辦來布置自家嘅間房，你嘅媽媽代表用辦來布置呢？媽媽咧嚇唔會用星星啊，明信片唔會用光明燈。媽媽咧嚇用收納箱。收納箱用辦來布置咧嚇。因為收納箱啲當封片啊，你冇用到嘅東西好少用，全部做得空起來就好嘅，捆到係。按條白嘅收納箱是改嗰啲棉檔嘛，按一種好一種，以前，係以前唔過唔封片嘅是條白嘅收納箱，你拿帶下，我拿當空棉檔嘅全部係辦下來啊！我哋下次發現有一種收納箱非常好用，啲要做嘅布置房間，依家改嗰度順頭開。順頭開嘅，順康開嘅。係，佢順頭開，所以你大家收納箱你唔是聽筒機，你是到順頭開。真嘅咧，中年媽媽就冇用咗。佢想到嗬，細年哦，細學嘅東西學白跳嗬，就攞去輸轉來，就真嘅。我講到兩係嗬，你平常時有一個行為咩田豐，就係食。用辦來食咧，填網美網紅啊，喺食嘅好景點，都在大家會填埋嘅食嘅東西，比如講髒髒包啊、一蘭拉麵啊、好奶茶，有去填過冇飛去？我是聽過髒髒包，結果真的很骯髒，所以今天都歐洲哦，睇歐洲嘅，所以我喺度聽嘅老店嘅。老店美食，你係咪係網美嘅美食？係老店美食啦，係啊，所以我聽過，比如講可能像信州有水潤餅，大家係點知？還沒有呢個偏食。沒有啦，偏食。韓國推中有一隻當厲害嘅阿婆粉人，係呢啲都係老店美食。韓推中韓從清水韓有個筒仔米糕，米糕，該其實我未聽。不過有啲老店我試到好可惜嘅是，因可能佢可以當久咧啦，所以佢嘅服務態度上面可能是有一啲啲冇按好。很有文化係。你上次學嘅已經黑好多嘅時間，就嘅時間哦，就起到東方哦，冇強又冇按熱線嘅感覺嗬。至於有聽過嘛嘅美食？其實我真係有試過建成果子，不過嗰陣時我咩特別去買，咩真係有興趣，因為嗰陣時我見過嘅是嘟好模擬排列嘅，也就是說模擬排列，不過又按油名我就買來試看啊，我感覺就有一種綜合果汁嘅感覺，係嗰種我試過係。根本就係綜合果汁。嗰種我試過係佢去反講傳統嘅果汁店打出來嘅米絲啦，嘅一蘭拉麵我真係有去試過，因為像我家就講我聽我嘅朋友，那朋友請我去食，我感覺係真係清好食，因為像你下太了後咩冇按到時間老朋友相處，嗰種嗰陣時我感覺排列嘅時咩做啲孫山老朋友帶下追顧啊，嘅一蘭拉麵又真係按好食，嗰種係做啲排列咧。好食嘅東西吼，得定人電台啦，不過香港地價咩動位電台嘅人咧，係我真係係動好電台嘅人，然後無啦，其實就甲他自己講嘅漸層涼水吼。漸層果汁嘛，我喺對嘅漸層涼水，漸層飲料，係東鳳嘅就係買個蝶豆花係冇？係買紅茶拿鐵啊，有兩種色啊，唔過搖一搖要強用嘅，我說米線咩強用啊，我說幾時係只會凍到幾來去買，眾生買到嚟，真係係食起來要強用，因為唔理切下要平買放啲嘛，係唔過我知道我切搞凍好田豐喺個鐘，還有太好嘅時間，幾時就停嘢下午茶按到蜜糖吐司，係東鳳嘅凍期差唔多2件天，唔過佢愛先嚟去入味，係入味按鈕，係唔過一陣嘢噶，佢沒有硬意。
我来去注意，韩国听说哎10点开始来打天发。哦。不过10点15分都班哦，都出冇嘞，冇嘢，但唔面咧。动欧巴非常欧巴，人家就想讲，因为爱用点么，就更想我去说，更想我去霆锋，然后脸上哎带2张嘢，都打唔落去，打唔落去。結果佢就說冬天，聽說我來去說來去排列一下，結果一排3點鐘，3點鐘，阿妹愛等按久哦，按唔會等。等久，嗰陣就想講，我嗰時味道也蜜糖吐司吼，等咧有2張嘢，又有3點鐘嘅時間，這樣食到也蜜糖吐司。唔過來嘅時間啊，也味生吼，就講啊，做得翕相啊，唔過米絲真經係韓做得聽聽啊，係一下上起來就。我知道係東海嘅飛，唔過另外知道東大宋時間。東大宋哦，你下想講，幾時陣會按戇哦？係啊，用嘅時間跳多，時間跳多咧。講到你食嘅東西之外啊，你下咩要懂時行嘅嘛嘅夾娃娃機啊，夾人工嘅機器啊，一係嘛嘅百元禮物機啊，關鍵你有吃過呢條機器嘅東西嘛？嘿，哦，我老太家講吼，陸豐有青島嘅夾娃娃機嘛，吼，還有嘅百元嘅機台嘛，哦，我你下教太家用版50錢得到按用嘅東西。用版的。哦，首先呢，哦，就會哦，你會翕相嘛，哦，翕相嘅陸豐嘅嘛，翕相起來，義工嘅，嘿，起來哦。變到面紅啊！我根本就哦夾唔到按用嘅娃娃呢，人講嘅我先上愛呢哦，本粉絲看，哦粉絲就會上發圖哦，我根本就哦講佢哦那個東西哦，我就根本哦去夾好去買哦，哎呀有一個粉絲哦，哦佢真有心啦，哦佢第一眼根本就愛那個東西哦，佢就會花錢哦去夾緊人工嘅。4000多錢呢，是幾百元。中年嘅粉絲很才哥，就愛用嘅料。大家按用好愛哦，漳州的50錢得到東西哦，點哦？好啦，嗰樣唔好搞快太鬧亂太細哦。粉絲當許願池，係啊，真嘅都唔好係。消防頭擺咩要去過呢種嘅機器嘅機台係。尤其家講夾娃娃機嘛，啊拄到係扭蛋機，我啲內府嘅大潤發嘅就當到天絲台，有一擺經過嘅就一路都係噴發通。有嘅百元扭蛋機，嗰還有嗰條咖啡車啊，那種點心車啦，小康，嘿，然後我就花100塊，轉下來一顆球，哦，動態粒，大概係看一種字誒，講拿鐵一杯，就扁筍嘅台茶，你知冇？就扁筍嘅，然後我就是說都冇意思，你知冇？來做定來，特價去買一杯咖啡，沒唔是按多錢，沒唔是100塊，你知冇？係啊，4台100塊再換一杯咖啡。我按你家好啊，家就一聽我嫌有4個按你錢，人家生意差唔多再講去4按。咁唔會撈到嗬，跟撈嘅感覺嗬，你便宜100就好。跟你家頭擺有參加過兩個機器嘅發通。有像我頭擺咩有參加嘅買百元禮物。對，百元禮物啊，嗰時節真係當人去排隊唔掂喎，看到人家去排隊，就想我去排看啊，都來去買東西。結果啊，總算來排到咧，挑一下100塊冇咧，拿出來嘅禮物你點買嘅冇？買個衛生紙。盜版皮卡丘，喺上都買個百變怪。韓國又唔係黃色嘅哦，係買強色啲咯。你講嘅奧利度啦，奧利度。真嘅，我學啲嘛，就是說食物中毒嘅。100條就冇嘅，你哋嗬，係啊，動工啊。其實唔單止係百元禮物盒啦，像係扭蛋機啊，還有嘅夾娃娃機啊，其實你都會講到係台灣經濟行嘅一種嘅警訊，就係乜嘢講以小博大嘅心態，因為我賺不了錢，嗰時候我就想講，吼，你100塊，我做嚟穿到嘛嘅係一種度假嘅心態啊，就嗰種你係一種台灣經濟下降嘅一種明顯嘅指示啦。不過除咗啦以外，大家有用嘅社群軟體，吼，你社群軟體，比如講會換大頭貼啊、匿名貼文啊、匿名那個什麼嘅提問啊，你都大家有去參與過冇？最近？從講解免數嘅大頭貼，我是聽過200，即係換大頭貼，一擺係個彩虹嘅。哦，買咩停工？係，還有一擺是係個關心毛小孩。哦，買咩停工？你馬街都有啦。係啊，啱啱知道咧係1號嘅放棄啦，因為已經換嘅大頭貼是
是等于讲老大家讲你俩张应该想法嘛。你支持嘛嘅議題？啱是到兩咪係以後嘅方式就係講，可能大家可能看當然啱玩，其實話聽到兩隻事情，聽到兩隻事情喺背後是變做關心。係，冇錯，我都認同輝慶講嘅，因為像我去個面書嘅大頭貼，咪係今天有田豐嘅12頁，就 TPF1，因為我講過田豐兩隻大頭貼。唔算係田豐，係算一種發表自家嘅觀點，分享給其他嘅朋友，還有我係愛大家向下去注意呢個事件，因為想我你青多年來關心呢件事情，係跟我沒有田豐意見，就係唔係我自家啦，係因為楊丞琳嘅用是正好用嘅現實發文，他那時候就現實動態當紅冇唔錯，佢就問講，你下有推薦講乜嘅好看嘅美國嘅影集，嗰種時我就特別去留意300，唔講耳都冇撐嘅，唔講冇要見，冇要見唔怕嗬，係冇要見。其實講到兩個社群軟體當紅嘅，比如講像換大頭貼呢種嘅議題，至少兩層嘅意義啊，所以講第一個意義就本人講，像家副員講到，愛支持嘛嘅議題，我支持什麼議題，告訴大家說啊，我就是支持這個議題啊，比如講像家彩虹是同志的議題嘛，毛小孩就會告訴大家，領養不要棄養這個議題，唔講還有另外一種議題就會講。可能你順風無人啲兩個議題，我揾嚟兩個大頭貼過後，大家就會對有兩個議題就會去關心嘛，引起大家的注意啦。吼，唔過吼，兩下還有一個新嘅東西，就係直播。直播吼，直播樣子做得互通，呢家老大家小記一下直播係用白。係嘅，幾時自己直播係，幾時 Facebook 度後有個直播嘅功能啊，係出嚟試看呐。唔過就試看，想想講直播都帶起碼嘅東西。係出現因為朋友嘅生日嘅時節，我就向下出播。唔過我就當歡喜見啲場地，我見到哇，都歡喜嘛嘅。唔過就容易嗌我講你好吵，你好吵，我就想講一出播原來係按直接。本人媽嘅。如果真係看到董潮嘅直播，我可能看2秒鐘就來傾提起。係真嘅。如果有一個人做直播做到當厲害，跟3人做到連冠權。大家好，係咯，大家講啊，蘇賢呢，頭班我冇親上去直播啦，我感覺直播咩冇用辦賺錢呢。唔過呢，兩下吼，我一張嘢咯，做嚟賺到6位數嘅數字。哇！乾爹耶！哇！哎，兒子乖。阿爸。哎6位數，有蠻有做到嘅哈。怎麼賺到咧？你用係乜嘅？就係老粉絲打追股嘛，佢上去糖果嘅啊，點果嘅，我去衝不去糖，感覺清好糖嘅時間，我叫佢本禮物啦。唔過重點就是愛上到清好看。好，謝謝冠軍，好，謝謝冠軍。家睇下共同最就係社群軟體當紅咧，比如講嘅社群軟體有換大頭貼啊，然後買個直播風向。唔過你下先聊下，等下仲來講係網美拍照模式用版來翕咯，你下先聊聊。他講清好看哦。嘿，請簡單喎，有講喎。你有肢體障礙是不是？這個可能對冠強有啲超難咧，他要簡單嘅，哎呦，給我出來。他用去咯。延展，嘿冇，好，吃，等會，吃。綁車真了。我可以放棄了嗎？好，放棄，謝謝。好，歡迎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哈，剛剛有講到嘛，嘅網帥，最後有講到網美網帥拍照之稱，大家都網美網帥，大家都會看佢好去那片料啊，可以拍埋用擺翕相啊，網帥姿勢，冠權躺起來當位哈。哦，我有認識青島嘅網美呢。你咩係網美啊？哎呦，我係網帥哦，我要青島廟。你係網帥啦，網帥。我梗啦，我啲廟方哦，有看到青島嘅網美網帥啊，然後啲花牆有冇？花牆嘅現場拍照啊，還有青島嘅觀光景點啊，青島嘅風景嘅位方翕相啊，唔過佢哋嘅姿勢都鏘用用嘅啊，鏘用，跟你來示範一下好冇？網帥，我想用水。你都嗡嗡，來親播呢？你都嗡嗡。來，我們騎一下，看一下定位。好，來，網美第一拍，咔嚓，來第二拍，第二拍，咔嚓，
来 T3炮，第3拍，咔嚓，很中用来 T4炮，第4拍，来追迷一炮，追尾炮，用全部 Q 腰，四头，莫转呀，来子瑜来，欣赏落咧，欣赏来教一下，用板来炮，基本功就是前面一脚不用都头前要交叉。然后要那个绷脚面才会有延展的效果。哎呦，然后手可以，如果你手帮我教那个摆腰猛抽，哎呦，电动哎呦，轻好宽哦。嘿，轻便打有这样吗？你有肢体障碍是不是？这个可能对冠强有这个跳难的，他更难嘅。哎呦，给我出来。哎呦，嘿咯。延展，嘿嘛，好，吃，等会，绑这了。我可以放弃了吗？好，放弃，谢谢。来看一下冠群中我们的这种网帅呢，你没有模仿不出这种网帅姿势呢。去上亲男。哎呀，再去好好练习啦。亲唔可以讲，唔可以做啦。哎，就一种追懂厉害啦哈。哎，给你讲哈，唐人妹嘿完美嘿，翕相时节有嘛个姿势对，冇嘛个 pose 对。刚才要网络蟋蟀真係係0分呐吼。不過其實呢，我知道啊，網美啊，嘛個姿勢吼，最重要就係攝樣式。其實攝樣式非常的重要。真嘅。嘿，我說有一擺我就看到有個妙迷啊，有想做擺動奇怪的姿勢，就會利用技術按用彎起。哎呦，我唔知用扳手機就用咩按彎起唔知嘛，我就想講。係啊，我就想講佢按用數位團體啊，佢攝樣式係個唔好啊，我想講，哎好嘛，唔會僵掉唔知嘛。對啊，韓國大師都在人潮洶湧的地方，懂見笑。真嘅。有一種啱是都動奇怪，即係迄種叫人卡狗狗，卡狗狗和皮皮拉是木柱太太的呀，咁個個行啱凍漿，所以佢。跟你國中時節不按你翕呢？一個也好，跟住就青史行呢，一個也好，一個嘅都奇怪。我講到咧網帥網美哈，佢哋會接送出去了，會介紹到啊，比如講在 Instagram 啊、Facebook 介紹到啊，幾米去那片了，大家會去佢哋小嘅景點去了冇附近。僅供參考，有玩過？係啊，因為我是就記得按翕皮來看相片凍漿啦，和可能魚到嘅咋，實際上魚到嘅咋為數可能是一啲啲。跌落好看，跌落都好看，係咩講全部好看，所以僅供參考。僅供參考，係咪啊？校風係啊，我每次都係因為像係嗰陣時係有貼片哦，去新竹，啊像呀地方就吃到東江的嘛，哎呦，那個17公里海岸線嗰邊慶江啊，來看到嘅是像人家老街嘅壁有嘛，叫我睇到當地幾喺本人家彩繪嘅壁，嗰種去來東江，唔過就唔敢講誒。一些講嘅聽聽咧，就跟別人講啊，彈弓去到嘅片，然後終於找到了。那青豆哥還有點不敢相信呢，不敢相信，居然有居然有哦，然後去後以後啊，不敢講啊，然後呢，回家走吧，回家。但係嗱係真嘅嗬，嘅網美離家，唔會聽定其他網美、網帥、網紅。冇，佢就一就看咧都冇專業嘅素材，真嘅有啲素材係懂好嘅，像有一本書，很多嘛嘅田定 IG 網紅玩台灣，一本書其實非常嘅貼，就係圖文並茂。我老睇下講台灣有哪條嘅秘境啊，喺觀光嘅素材做得起了，我之後用哪個嘅角度來去想想，冇聽錯咩係推銷人嘅台灣觀光嘅一個好方法吧？咪係啦，嗬！我講到咧社群軟體嗬，還有大家咧講到按度嗬，最重要即係講做咧按度減風、填風嘅事情，自家又後悔又滿足冇。假使0分嗬，滿分係10分，唔會本自家這個後悔還是滿足度幾多分嘅字？像我應該係5分，係滿足5分後悔。係，因為我感覺從以前細個時啊，就填方式嘅雞排啊，還有珍珠奶茶啊，就會感覺講，係做得到朋友圈，還是係輕歡喜嘅事情，是一種製造回憶的感覺。係，像你看下做嘅滑板褲啊，雖然你下看起來係黑歷史、無歷史，唔過呢，我感覺係一種回憶啊，是一種童年嘅感覺。故所以我唔會對我做過嘅事情。
请后悔。係啦，喺你家咯，我之前知道田豐係一種回憶啦，迄個我大分數應該係7分。 7分有蠻久，嘿，7分有蠻久，像我懂好食東西嘛，嗰有啲東西真係係懂好食個，就係覺得很值得啦，很值得。雖然講擺咧2點鐘嘅吹，唔講知道有搭得咧2點鐘。嘿，有啲東西真係懂搭得啦，韓國有，韓國啊，就係有上次你係做頭先吼，因為做習慣都有一種懂送的滿足感，唔知冇？就會知道好開心哦！我係聽一名，係啊，帶兩個啦，係冇？就係甜甜，大家甜甜愛啦，哎呦！我知道吼，假使吼，諗到體類噶哈，譬如講小人講，你唔地路喊學人徛頭記啦，真係，所以安尼吼，幾附近哦。我係8分滿足，和2分一啲啲冇滿足。用蠻講咧，因為你看我係聽到一家中意嘅東西好咧，比如講衫好咧啦，衫褲你係肯定流行買，按看配衫做好看哦，和自家做起來未壞做的。剛開始知道，安件是有滿足到，和一啲啲冇滿足是聽到雙寶嘅直排輪，聽到雙寶直排輪，小講咧，係咪好？我係4分後悔。6分冇滿足啊，係啊，4分後悔6分冇滿足，咁係點樣咧？誒，點樣啊？4分後悔6分滿足啦，係啊，因為我知道就家你家講嘅咪，全部係回憶，唔知嘛？就是要按嚟個皮身邊以後啊，係，因為也係唔會再個做按嚟講巴嘅事情係嘛？啊，我唔講我有點穿後悔，就講我頭擺咩停呢隻奧多拜。除咗買奧多拜嘅錢以外，要行下怪，係啊，要怪到懂草，要怪到懂草哦，懂草人，係懂草人，反正要懂大送錢啊。唔過想想嘅後悔咩來不及咧，真嘅啊，錢都發咧。人講千金難買早知道，萬般無奈你也想不到。真係想唔到，你係咪後悔啊？係啊，嗰種你下錢賭起來本身嘢咯。嗰陣時出到奧多拜起死人點啊？哎，冇講係怪。係啊，唔怕你下錢賭起來，喊百姓以為老人事。攞人浪費，而家你講到咩唔講咧？而家對啦，人家講嘅啊，人家講啊，假使聲音係浪費，冇上改嘛。高尚，即係過程嘛，過程係咪？講起來，知道。哦，我一般呢。因為我想到我高中嘅時節啦，看到電視度，啲尾度有個明星有冇做個西裝，哦。真好看呢，我就買青島嘅西裝嚟做，一年四季做西裝，標準不認識自己。你一天咩做西裝呢？你科嘅咩做蛇皮咯？係啊，我就感覺真後悔啊，咁樣啊。哇，還有明星啊，時髦嘅條男模，我就聽佢時髦嘅條男模啦。啊，要做乜嘅衫啊，就聽佢做啊，當時我是這樣滿足。原來就這樣是小快車，有拿小快車，拿小快車嚇。因為其實大家講到青島用蠻多田豐啊，有好嘅咩有壞，唔過太體看起來大家都動漫意自己頭擺做嗰啲點點框框嘅事情嚇。唔過咧，大家會想嘅事情嚇，就係你見聽人做，看到聽人做埋嘅，捱咩嘅做埋嘅，唔當自己培養一個長久嘅興趣，又係最好嘅人生態度哦。我唔記得下禮拜聽日嘅時間，我繼續來收看《香港太上宮》，要發大家多，單位聊聊，拜拜。